伫台南的学校有一项传统放粉鸟铃，甲一般放粉鸟比赛无啥共，主人是会伫粉鸟拍一款粉鸟铃，伊飞的时阵会发出声，比上的粉鸟铃上大卡，飞上远就赢。有导演嘛完整来记录台南嘉义的农村这款真特殊的比赛，咱嘛做伙来看卖。 台南盐水居民做伙把粉鸟弹出去，这是流传几百吨的粉鸟铃比赛，和一般的比鸟比赛无同，因为伫咧粉鸟身躯装一个粉鸟铃，倒一个鸟仔的粉鸟铃上大，飞上远就算赢。8溜啊！8溜啊！ 这项比赛流传伫咧台南和嘉义地区，因为较早农业社会，庄仔头和庄仔头之间并无熟悉，大家就靠比赛来互相交流。输的庄仔头就爱请赢的庄仔头接板刀。早期就是讲，离阮台南遐甲嘉义的二德，大家拢无熟悉嘛。因为就是有这个赛果铃，农村赛果铃。即马若做风光的时阵。 因二条去朋友就过来讲，哦，人咸水遐粉鸟饲鸟拢偌用多用，因拢会走过来看。伫台南客家的国民家和因两个后生三个人拢咧做事，也拢真爱比粉鸟铃。不过面对比赛有无同的想法，也有袂少的冲突。纪录片的导演透过因三个人的故事，慢讲把这个强要失团的比赛记录落来。庄脚无人要大，现在少年人无要老的，所以我其实伫翕这支片的时候，确实有去感觉到讲吼，这个。 物件应该有一天全部都无去啊！导演讲，爸仔囝三个人对粉鸟铃的坚持和用心，互伊体会到文化其实就是生活。伊用2档的时间来记录国民家和粉鸟铃的比赛，也希望讲这个地方的文化传统，伫咧现代社会会当继续流传落去。记者戴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